中華梨林一個姓李的查甫人，在2024年時，伊是舉刀啊刣死伊的情某。今年3月，這地方法院是甲伊判無期徒刑，伊真不滿，所以有閣提出上訴。也毋過，昨昏這高等法院是宣判駁回伊的上訴，二審也是依次無期徒刑的判決。2024年11月，中華梨林一位姓李的查甫人，因為房屋財產處理等等的問題，和情某發生衝突，竟然舉刀啊刣死情某。今年3月，中華地方法院一審判無期徒刑，被告不服上訴。拜二，台中高等法院宣判二審依次無期徒刑的判決。被害人家屬委任的律師表示，這個結果也會當接受。他跟他弟弟都很擔心，這個被告萬一刑期又減少，將來假釋出獄之後會找他們報復，希望法律能夠維持給他們一個正義。根據檢警調查指出，這位姓李的嫌犯長期有家庭暴力的行為，情某後來甲伊離婚，有申請保護令。這件命案發生的時陣，受害者成年的查某囝甲未成年的後生也攏佇現場。社會團體就表示，其實親目睭看到家庭暴力的囡仔嘛是受害者，應該要有獨立的通報系統。台灣在目睹兒少的服務來說，需要主要照顧者同意，孩子才能夠進入這個服務。在家庭暴力發生的時候，大家比較容易會把焦點放在受暴的大人身上。目睹家庭暴力本身對孩子的影響就是一個傷害，很多的目睹兒少是沒有機會進入服務的。社會團體指出，親目睭看到家庭暴力的囡仔，心內創傷需要長時間的陪伴復原。除了呼籲愛建立完善的通報機制，嘛建議加強學校的輔導資源，量早提供受害者協助，降低家庭暴力留落來傷害。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。